啦，冇拍啦，咁我就之前咧就拍過晒擺喺 YouTube 嗰度啦。咁我整咗入去啦，咁就唔打開啦，因為係兩張咧整埋一齊。點解整埋一齊咧？係因為咧係太多啦，咁就買咗好多啦，咁就有即係裝唔晒嘅。咁所以咧今日就分享下就係呢陣啦，就係之前已經拍過噶啦，因為咧。咁所以咧就拍多一次啦，因為咧我覺得因為我擺咗入去啊，如果你哋琴日拍啦，因為琴日做得好嘢啦，咁所以咧塞咗入去兩張啦，兩張可以塞咗落去。咁點解塞咗落去咧？係因為太多啦，咁所以唔打開啦，打開就塞咗落去，咁就塞咗兩張啦。我塞咗兩張入去啦，係兩張入去，都係啦，照舊啦，都塞咗落去。你想唔想打開啊？但係打開好麻煩嘅喎，咁啦，等多一陣。咁啊打落去咧，打開俾大家睇下。咁就打開啦，都係兩張嘅。咁打開之前咧，就要塞開落去啦，因為係咪都塞得好。因為而家咁大力嘅話咧，個膠袋會爛，咁所以咧就即係遲啲應該先有一排啦，應該，因為差唔多我好多嘢做，塞咗落去先，係咧。因為我而家塞咗落去咧，就可以整落去，我係塞得唔係幾穩。其實之前已經拍過㗎啦，不過咧，我嗰日咧咪同大家一齊分享咧，咪話將啲嘢入咗兩張嘅，咁我考慮下去入唔入去啦，咁都係入埋去啦，因為琴日已經搞咗2日已經搞咗㗎啦，琴日就翻嚟夜咗少少，咁就夜晚咧就做咗，不過塞唔到落去。因為遲啲咧就唔得閒啦，因為遲啲咧就放聖誕假啦，聖誕假又唔知你哋應該做啲咩其實，所以咧應該遲啲先可以拍到吧。即係放完個聖誕假之前咧，應該可以再拍片嘅，因為近排都好忙。哎呀，塞唔到落去啊！我都唔知點解佢塞落去。其實之前已經拍過㗎啦，因為咧我諗清楚真係塞唔塞到落去啦。咁我都係有住拍完片咧，跟住咧就塞落去。咁我就琴日就整咗兩張，琴日就翻嚟就整咗，跟住前2日都整咗嘅，咁就塞咗落去就得㗎啦。搞掂成功啦！咁所以我真係唔拆出嚟嘅，一拆出嚟好麻煩嘅，起碼整2個鐘頭先可以整得落去。呢個咧都係塞咗兩張入去啦，呢個唔打開啦，費事又整嚟整去啦，咁樣睇啦。呢度仲多我想講，呢度啊特別多呢啲。
咁佢兩張一齊都幾好嘅。原本咧係整晒落去嘅，咁個膠袋咧就整唔晒，因為仲有好多啦，嗰個好多就遲啲先再整落去啦。因為唔夠嗰啲膠袋，呢啲膠袋咧可能要出邊買先可以整到入去。咁我整咗入去先再分俾大家，係幾好。我塞咗兩張入去咧，係因為咧嫌麻煩，咁所以咧真係唔係幾麻煩啦，係好嘅，咁所以咁樣啦，就塞咗兩張，拍過㗎啦，跟住再拍多一次，因為咧我就塞晒落去兩張，跟住之後大家係分享。咁太耐冇拍片啦。咁差唔多月中啦，咁就應該得閒先可以先再拍過啦，因為10月中咧就要去嗰度啦，咁所以就冇時間啦，咁所以就唔講住啦，就塞緊兩張入去啦，係咪好靚呢？咁打開出嚟咧，佢前面已經爛個膠袋啦，咁我唔整啦，咁就啦。係啦，就咁啫。因為其他係又有一半啫未整嘅，因為仲有一半咧可能要買啲膠袋入咗先可以，先再可以入咗兩張就可以分享。咁樣啦，等我一陣，擺落啲嘢，等我一陣啊。翻嚟啦呢度啦，咁我就攞一盒嘢啦。咁我尋日就整咗入去啦，咁就一打開嚟咁樣，咁就因為塞咗兩張，呢啲未塞落去嘅呢啲，睇唔睇到？呢啲未塞落去嘅。咁點解未塞落去咧？係因為咧，再將呢張啊，即係呢張咧，嗰張咧，要買開嗰張，即係買咗個膠袋先塞落去。咁我如果係真係買咗膠袋嘅話咧，咁可以塞入去兩張就好啦。因為咧，呢啲膠袋都唔知喺邊度買，可能網上先有得去買，係啦。咁所以遲啲先再拍多一半啦，呢度仲有嘅。我特登有啲收埋去，俾大家。咁因為差唔多完㗎啦，咁所以咧就呢啲咧遲啲咧，即係講緊呢啲啦。有睇到？係啦，睇到就得㗎啦。佢哋全部都幾好嘅。咁我遲啲咧就帶出街啦，又去第二間嗰度去睇下有冇得去買。即係去第二度啊，因為遲啲冇得拍嘢住，咁所以咧等我翻嚟嗰時先再拍。呢啲咧遲啲都未入嘅，因為太多啦，因為有啲係未買嘅，雖然係重複咁，但係都可以嘅，咁就收得唔係幾好。我睇下仲有冇先，後邊都仲有。我哋屋企都整咗好多啊，全部都係 Anson Lo 同埋伊特，咁我就今日拍住 Anson Lo先，咁就唔係拍㗎，係跟住咧就將膠袋入咗兩張落去，因為冇嘢做啦，同埋加上今日星期日啦，咁差唔多就完㗎啦，咁就係啦。先停係唔係拍落去？跟住咧將啲膠袋攝兩張入去，咁所以就分享下嗰隻，所以就呢啲就叫做塞咗落去啦。咁呢啲未塞住啦，呢啲係啦，頭先講咗啦先。咁如果你哋想買嘅話咧，就喺淘寶買又得，
跟住就講呢個分享啦。你喺淘寶買又得，出邊買又得，不過最好喺淘寶買，因為出邊咧係得上鋪睇大價先有。你想去上鋪嘅話咧，就5蚊一張有張啦，佢就會俾好多張你。咁如果真係買過細嘅話咧，就可以重複啦，係咪？係咧。咁就今日拍咁多先啦，中意呢條片俾個 like 我哋下條片就好快再見㗎啦，係啦，就咁啦。咁就遲啲先再剪啦，因為遲啲都好，即係課完一息一假先再拍嘢啦，因為都月中㗎啦，下個月，即係應該1月到啦，應該係點啊？睇下冇時間拍啦，因為差唔多要去嗰度。或者睇完嗰個嘢，跟住先再拍啦，係點安排？咁我又會通知大家噶啦，咁大家就要訂閱我啦，跟住呢條片俾第一 like 我，咁我就下次主就好快見到喎，好冇？而家就嚟。之前都數過㗎啦，咁不如數下有一日幾多張啦，好冇？因為之前有好似有32張都唔知。嗱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，有31張。咁上次應該係32張喎，因為我塞晒落去，咁所以就有32啦，有32。咁其他嗰啲遲啲先再搞啦，等放完嘅世界先算啦，因為都未啲喺邊度買膠袋嘅，我再留意下通知大家啦，係咩？我塞晒落去先啦，因為有少少預埋㗎啦，因為嗰個Eden咧，嗰張咧都要買膠袋先塞咗落去，所以就算咁樣啦，係咪？咁好啦，呢條片就去到呢度啦，鍾意就俾個 like 我啦，我哋下條片就再見啦，咁就〜應該睇下有冇時間，到時等我去嗰度先返嚟再開首播就分享下啦，好冇？咁呢條片去到呢度啦，鍾意俾人 like 我哋好快就快啲訂閱我咯喎，我哋好快就再見啦，拜拜。